台语有水无？好讲无？吹插台语的一寡方式。阮有时阵甲一寡台语文的作家，伫一寡场合朗读台语诗、台语散文，定定会有人甲阮拍抱仔甲赞声，互人感觉真有希望，心内真正受到鼓舞。毋过，欢喜无悲伤遐济，定定点点咧思考，究竟要安怎吹插台语较好？详细看目前的媒体，无论是电视、网络，还是报纸、杂志，完全用台语写作的无济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互台语文出现的空间真少。亲像讲目前发行量上大的自由时报来讲，一个月差不多才有少少3-5篇，哪亲像插花啊，互人久久啊才片一个芳气尔尔。俗语讲，进句就会像切题，真正有影。要会晓讲台语，若有定定听、定定讲，自然就会晓讲，讲甲真骨溜。要会晓台文，当然嘛爱互民众有接触台文的机会。最近伫网络看到2个少年人真活泼咧教日语，效果哪准袂歹。阮对3-4年前开始，就找家己听点水彩画兼台语诗，若有举办分享会，就邀请一寡诗人，尽量是写台语诗的，到现场朗读。虽讲阮无啥物知名度，毋过就是有坚持，一直安尼做到2016年，已经有20几摆诗画展览，阁有举办将近10摆台语诗朗读的活动，加上为刘必恩烈士举办2摆音乐纪念会，拢嘛有创作台语诗、念台语诗。去年5月，阮甲文史哲出版社合作出版台语诗集《行打注目》。今年12月，南投文化局出版儿童诗集《月亮忘记回家》。虽然大部分是用华语写，毋过册的后尾还有一部分台语诗歌。就安尼接受台中文化局邀请，拢总有3遍伫文学市集摆册单展册兼卖册，一部落来拢是5支钟头啊算会了，互人真厌气。后尾想想咧，嘛是有吹插台语，互民众知影。亲像讲，阮朋友有一遍专工做60粒茶米糖来册单做气氛，举办念台语诗送糖的活动，会晓念一首台语诗，就算过关，佮送1粒茶米糖。迄时阵气氛插甲热扑扑，少年情侣嘛牵手来念看卖咧。真侪囡仔有是大人对阮即搭来。另外5月份伫南投维克多咖啡举办我台语诗集新册发表，甲今年2月伫草屯60号咖啡厅举办诗画联合展览。我阁用3块竹板，哪念诗哪卡，现场民众反应真好。煞来，要安怎互民众持续有兴趣念台语、讲台语、看台文，就是大家爱共同拍拼的啊！